同老婆撐到佢一齊跌翻杯，嗰啲加班捱夜狀態差嘅老友，你哋睇清楚啦！今日充電寶煲第二彈，胡椒水浸生蠔，比白菜好40倍。而呢個湯有隱藏功能之餘又好飲。首先揀生蠔嘅時候，一定要揀嗰啲屎忽位厚嘅，咁樣佢先會夠肥夠大，唔係話佔地面積越大就越好嘅。加鹽同埋生粉，簡單同佢清洗一下。洗嘅時候一定要輕手啲，咪先佢好易爛噶。沖過水之後佢就變得好乾淨啦。海南白胡椒提前硬水佢，我哋用大半羹就夠啦。剩低嗰啲一定要放密實袋，因為硬水咗之後佢會好快走晒啲味。好啦，我哋先將啲胡椒水乾炒一下，可以放埋啲薑落去一齊炒，一定係要將佢哋炒到變晒色，咁樣先會激發到佢哋本身嘅香味。見到啲顏色變深啦，我哋就可以放少少油落去，將香味攞到最盡，跟住倒入大概2升嘅熱水。胡椒出味需要一啲時間，所以我哋先煮佢5分鐘先，之後我哋放埋啲生蠔落去。嗱，呢一度有一個冷知識，生蠔可以生食，可以熟食，但係唔可以半生熟。半生熟嘅生蠔，佢食咗係會肚屙嘅。如果喺屋企嘅家庭爐做，就用中火煮佢2分鐘，稍為放一啲鹽落去調一調味。生蠔幼咗，一定要食多啲韭菜，雙管齊下，雙龍出海，同舟共濟，拋頭露面。上菜啦，上菜啦，上菜啦！食多啲生蠔啊！嚟。琴日做完個鹹蛋黃豆腐蝦煲，剩低嘅蝦頭蝦殼，今日就用佢哋嚟炸翻個超野味嘅蝦頭油。我哋首先開最大火，將個油溫拉高，聽到噼里啪啦響啦，就調翻個中細火，慢慢開始炸。而家嘅蝦頭蝦殼咧，水分都係比較大噶，所以我哋放佢喺度炸佢5分鐘先。呢一個咧就係炸咗5-6分鐘嘅時候嘅狀態，啲油咧已經紅紅地啦。我哋再俾幾粒花椒同埋1汁仔鹽西落去，繼續炸多佢一陣。都係一樣，唔使點睇火噶，該做咩就做咩。5-6分鐘之後再翻嚟望佢，當佢炸到有呢啲綿密嘅泡泡之後，就代表呢個蝦頭油炸好啦。撈翻出嚟嘅蝦殼可以攞嚟滾菜湯都係一流嘅噃。蝦頭油嘅用法亦都非常之多，用嚟撈麵或者炒菜，俾幾滴落去，香味馬上就會出嚟。邊個規定話海鮮一定要分開整噶？鱸魚、花甲蝦一鑊熟，真係鮮到冇得頂啊！呢道菜嘅第一個關鍵就係要將鱸魚個內籠徹底擦乾淨，然後喺佢嘅魚身劃幾刀，方便入味。熱鑊落油，將條鱸魚放落去，暫時就冇喐佢住，調翻個中細火，等佢慢慢煎到定型。兩面都煎到金黃之後，我哋就俾埋啲蒜頭同埋薑落去，將佢哋爆香。再嚟啲豉油、蠔油同埋白砂糖落去調一調味。最後俾多半支97年嘅珠江水同埋半碗純正水落去。吸好個蓋，燜佢3分鐘先。時間到，我哋俾埋啲鮮蝦同埋花甲落去。當然，好似我咁樣落沙甲或者白貝都 OK 噶。吸好個蓋，再煮多佢3分鐘。開蓋嗰一刻，啲香味就已經撲面而來。最後俾啲蔥段落去搭一下色，呢個鮮到冇得頂嘅鱸魚花甲蝦煲就做好啦。淨係裏邊啲汁都夠我撈3碗飯。下次有呢幾種食材，唔好攞去清蒸啦，試下我呢種做法啦。到底係邊一個發現鹽焗呢一個做法呢？咁樣焗出嚟嘅海鮮唔單止原汁原味，仲可以令到佢哋鮮上加鮮啊！真正爆膏嘅羅氏蝦，除咗頭頂個底都要見到有膏先得噶。剪羅氏蝦千祈唔好剪得佢太深，如果唔係啲膏一陣間就會流晒出嚟。一定要抹乾表面嘅水分，唔係嘅話啲鹽就會溶晒落去水裏邊，鹹到飛起噶啦。跟手我哋去處理花甲同埋花螺，俾啲鹽同埋生粉落去，將佢哋搓洗乾淨。記得都係要抹乾水分。我哋開住個中火炒佢2-3分鐘，炒到佢微微有啲變黃，就可以鏟出一部分出嚟。再將我哋頭先處理好嘅海鮮排坐咁樣放喺上邊，再將剩低嘅海鹽鋪翻喺上邊，吸好個蓋，開中細火焗佢10分鐘。咁樣焗出嚟嘅海鮮有鮮味之餘，仲會有一種鹹香嘅味道。呢一種做法絕對可以提升食材本身嘅鮮味。比起白灼同埋清蒸，我會更加中意呢一種做法，你都不妨試一下。牛肉同埋花甲放晒入去個煲裏邊煮，你會解鎖一道出乎意料咁好食嘅餸，快啲學起身啦！今日用嘅係新鮮肥牛，我哋俾啲糖、蠔油鬆鮮，一邊撈一邊少量多次咁加入生粉水，等啲牛肉吸飽水分。最後俾啲油封面，醃製佢半個鐘頭。開始嚟啦，熱鑊爆香啲蒜蓉同埋紅蔥頭水。實在揾唔到紅蔥頭，可以用洋蔥代替。炒到微微變焦，我哋就可以放一嚿牛油落去，等佢融化咗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將啲花甲落鑊，再俾1/3支白葡萄酒煮佢1到2分鐘，煮到啲花甲5成熟左右，我哋就俾埋啲牛肉落去，輕輕將佢哋鋪平，我哋吸過去大火再煮多佢哋2分鐘。開蓋之後俾啲辣椒碎同埋蔥花增香配色，
再撒啲胡椒粉喺面頭就完成啦。花甲本身咧就自帶鹹味嘅，所以基本上係唔需要落鹽噶。好嘅食材只需要最簡單嘅烹飪方式，你都快啲試下。廣東人夏天最中意就係煲苦瓜湯，佢清甜又下火，真係啱晒你哋啊！處理鮑魚非常簡單，用100度滾水倒落去，浸佢5到6秒之後撈翻起身，再用隻羹一刮佢，咁就成隻出咗嚟啦。內臟同埋裏邊隻牙齒都唔要，其他洗乾淨就可以攞嚟煲湯啦。苦瓜攞隻羹將個囊刮乾淨，盡量刮深少少，然後切好一嚿嚿備用。開始嚟啦，煲裏邊放入飛好水嘅脊骨，再俾啲鮑魚同埋鮑魚殼，浸夠1個鐘頭嘅黃豆，3片薑同埋1塊千年陳皮，仲有頭先切好嘅苦瓜，最後再俾啲山泉水落去，吸蓋大火煲滾，轉細火煲1個鐘頭就飲得啦。呢個湯又鮮甜又回甘，夏天整翻碗呢個湯真係不得了啊！魚腩買翻嚟好似我咁樣整，連小朋友都中意食啊！新鮮嘅鯇魚腩一定要刮乾淨佢啲黑膜，跟手洗得佢乾乾淨淨，再俾啲82年嘅薑蔥水浸佢5到10分鐘。呢個時候我哋調翻個料汁，俾啲薑蒜，仲有同呢個魚好夾嘅豆豉醬，跟手再俾啲滾油落去，激發一下佢哋嘅香味。正所謂鹹魚淡肉，我哋另外再俾少少鹽、糖、生抽調一調味，最後再俾落生粉，將佢哋撩均匀，將呢個點拖鞋都好食嘅醬倒落去條魚裏邊。兩邊都塗抹均匀，醃製佢15分鐘。開始嚟啦，準備一個砂煲，將啲薑、蒜、紅蔥頭爆香，再將個魚腩鋪上去上邊。醃魚嗰啲料汁都冇浪費，將佢哋淋埋上去。搞掂好晒之後，吸蓋焗佢8分鐘。期間俾2圈廣東米酒去香增腥。最後開蓋，俾埋啲芫茜蔥落去，焗佢15秒就做好啦。鯇魚腩又香又滑，加上豉香味嘅配搭，簡直係一絕啦！阿媽教落用油鹽水浸出嚟嘅魚，又嫩又滑，同清蒸嘅簡直就係兩回事。買翻嚟嘅新鮮鱸魚一定要擦乾淨佢啲鐵骨血，呢啲都係腥味嘅來源。鹹魚淡肉，俾多少少鹽落去，仲有靚靚嘅花生油。熄火將條魚放埋落去，因為蒸汽嘅溫度會大於100度。而呢鑊油鹽水會少於100度，而且佢會直接接觸魚，所以佢會更加之嫩滑。斤零重嘅魚浸4分鐘就熟晒啦。實在唔知道生熟點樣判斷，可以用隻筷子拮佢最厚嘅地方，拮得入咁就掂當啦。最後淋豉油，千祈唔好過魚背，如果唔係俾阿媽打到飛起啊！用呢種方法浸出嚟嘅魚又滑，而且一啲腥味都冇，你都不妨試一下。日食雞食到飽飽滯滯，跟住我做呢個鱸魚蘑菇湯，絕對鮮到你味蕾打開啊！做呢個菜一定要將條魚拆得佢乾乾淨淨。剩低嘅步驟其實係你喺廣東揾賣魚勝幫你搞掂佢就 OK 啦。魚片我哋用鹽同埋蔥薑水揸到佢起潺，醃佢20分鐘就可以啦，根本就唔需要落啲咩奇奇怪怪嘅嘢。骨腩同埋魚頭就落鑊煎到佢兩面金黃。然後再用個鑊鏟將佢鏟爛晒佢，繼續將裏邊嘅肉煎到佢金黃色。趁呢個時候倒啲滾水落去，再嚟2片薑，些少嘅胡椒粉，根本都唔需要3花淡奶，個湯就已經奶白咁啦。湯就由佢滾下，另外一邊我哋煎咗啲蘑菇先，下邊煎完再反轉煎上邊，咁樣出湯率會更加高。用鉸剪隨便剪幾下，就可以將隔好渣嘅魚湯撞埋落去，之後擺埋啲魚片。俾些少鹽調味，面頭俾啲杞子同埋蔥花就完成啦。呢個湯啊真係鮮到你難以想象啊！如果市場老闆幫你整好晒嘅話，其實翻到屋企真係冇咩幾多功夫㗎咋。台灣必食嘅胡椒花螺，原來喺屋企自己做都咁簡單。首先滾水落鑊，將洗乾淨嘅花螺倒落去，數19秒，即刻將啲花螺撈出嚟過冰水，順便再將佢嘅葉搣埋出嚟。之後就燒紅個砂煲，將啲花螺車落去。稍微翻炒幾下呢，我哋就可以俾啲鹽同埋鬆鮮鮮落去調味，再落大量嘅胡椒同埋大量嘅白酒，吸蓋焗佢2分鐘。開蓋就可以聞到好香嘅花螺同埋白酒嘅味道啦。慢慢將佢煮乾水，胡椒同埋白酒嘅味道呢就會食晒去花螺裏邊。我自己就中意俾少少豉油或者蠔油落去，令到個花螺更加惹味。最後揼啲蔥花就可以開飯啦。呢個胡椒花螺成個流程加埋都係3-4分鐘。所以真係好適合又忙又想食好嘢嘅你啊！
方法就算冇九母鍋，都可以喺屋企輕鬆做到爆膏嘅奶油蝦喎。揀蝦咧，除咗面頭嗰浸要有膏，反轉頭底嗰浸都要有膏先叫爆膏噶。先將佢哋成隻掉落去鑊裏邊煎香佢，兩面金黃就可以攞出嚟備用。重新起鑊，攞少少牛油將啲洋蔥爆香，大頭蝦回鑊俾少少唔入個底味，再落啲鬼根尾去香增聲，然後慢慢將佢炒翻乾身。大嚿牛油，蒜蓉咧就可落可唔落，落咗咧就好食，但冇咁好睇。仲有椒鹽同胡椒粉調味，最後掛上圈淡奶油翻炒均勻，去乾身，令到啲香味再次入翻入去蝦肉裏邊。呢個真係越食越惹味，停都停到口嘅爆膏奶油蝦，真係值得一試噶。鮮蝦做啫啫煲呢個配搭，簡直就係天仙配啊！首先將啲凍暈咗個蝦拆殼、開背、去蝦線，咁樣食起身就一啖一隻，十分方便。落啲鹽、糖、生粉，俾啲底味佢，醃製10分鐘。同你豬肉都係咁樣操作。開始嚟啦，豬油起鑊，爆香紅葱頭、蒜頭薑，再俾啲豬肉落去。豬肉現用梅頭肉，呢個肉味香，而且好爽滑。跟手俾幾粒豆豉，啲蝦記得鋪平，千祈唔好疊埋。再落幾圈孖精去香增聲，跟手吸蓋焗佢3到5分鐘。開蓋之前再嚟幾圈，將去香增聲進行到底。呢個時候其實就可以食得噶啦。但係我自己呢，就中意落少少豉油同埋炸蒜落去，令佢更加惹味。最後灑埋啲蔥花落去就大功告成啦。呢個啫啫蒜香蝦煲香口得嚟又好食，你都快啲試下啦〜